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迄毋是歌，伫半明半醒的梦内，还未翻身过来的时，远远有一种声轻轻啊在哭，哭咱的梦，哭咱梦内面迄片无锁的门窗。伫半迷半清的感觉，还未精神过来的时，窗仔外有一种声轻轻啊在叫，叫咱的心，叫一种像伫海内面的沉静。伫所有的声音拢还未醒过来的时，耳边有一种声轻轻啊在唱。天甲地也点点啊在应，静静啊在号。迄毋是歌，迄是佛寺的早课。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0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伊所带来迄毋是歌。所以今日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伫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迄毋是歌，是咧记录我少年的时，曾经捌因为身体无好，去伫阮高雄大冈山顶面的超峰寺，伫咧静养的迄个记忆。这首诗是我咧回想，我伫迄个时阵曾经身体无好过，捌去伫山顶静养。那伫迄山顶静养的时阵，因为我拢家己一个人困一间房间，那伫咧静养的时，我足需要足充足的一个困眠，我的困眠爱足饱足，因为伫咧疗养。那伫咧困的时候，困，你就知影讲佛寺就是安尼，因早时爱起来做早课。那做早课的时，拢差不多是早时4点外。那我伫这个咧困半眠半醒的迄个当下，拢有听到迄种木鱼迄木鱼安尼哭，真稳定。但是迄个声无长，轻轻啊对远远安尼传过来迄种声。那伫迄个当下，我听到迄种木鱼伫咧哭伫咧叫的声，就那亲像有人伫咧叩门咧，甲听个毋是迄是迄个师父因咧做早课。那师父因咧做早课，因伫咧课上是咧念经，因咧上经。那你就知影讲早时咧听即个早课，听师父因咧上经，因咧声是足稳定的。对远远传过来迄种声我的感觉是介像有人咧甲我一直咧甲我讲，一直咧甲我讲，毋通阁继续沉迷落去啊！毋通阁继续沉浸伫苦海内面。迄是我迄阵真深的感觉。迄个木鱼咧哭的声，就亲像有人咧叩门咧甲我讲话。那师父咧课上的声，就亲像有人咧甲我讲，毋通阁再迷失伫苦海当中，因为咱生命就是安尼，真辛苦，一直咧叫，清醒起来。我这首迄毋是歌，是咧记录迄项代志，迄个过程啊，迄个曾经生命捌经历过一项代志。
那伫迄毋是歌内底我有写着讲，迄个远远有一种声轻轻在哭，哭咱的梦，哭咱梦内面迄片无锁的门窗。迄个哭，国语来讲叫做敲门，但是咱台语来讲就讲哭门，门吼甲哭一个，哭门的哭就是叩头，叩头的迄字哭字。那伫半暝半清的感觉，还未精神过来时，精神两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精神精神啊未那另外一种是清醒清醒一般来讲，咱是讲清醒，毋过当清醒两字用国语念的时阵清醒的美和台语的精神啊未，迄个音是相近的。所以我用这两字，尾我用清醒了没有，清醒过来没有。台语虽然是念作清醒，但是我国语人看到这两个字，原来会当望文生义，知影讲醒过来了没有？因为我若是写精神，国语人看到精神两个字，伊比较较袂当去体会讲我要讲的讲，醒过来了没有？所以精神啊未，咱用清醒甲用精神两字都可以，但是咱的选择我的选择，我用清醒了没有，是互国语人因为当了解讲醒过来没有。后来那沉浸就是沉浸在什么样的事情里面。这第二段我写着讲，叫咱的心，叫一种像伫海内面的沉浸，就讲咱的心还阁一直沉浸伫啥？沉浸伫苦海内底。所以我超工用讲叫咱的心，叫一种像伫海内面的沉浸，沉浸在苦海里面，但是咱家己不主的，我们自己不自知。所以用沉浸这两字，就是用沉浸两个字。迄毋是歌，迄是佛寺的早课。所以今日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智英老师来为咱讲解佛寺。佛寺这种物件呢，当然都是修行的人伫遮咧住。重要就是讲伊内底迄个供奉的是即个讲做神像啦这佛寺这种建筑物自古早的即个汉民族的年代的汉朝的时阵开始，都是要安置遐人遐来到即个华夏民族即个目前的中国大陆即个大的出家人，即个回信遮叫佛经，所以尾也拢用寺。毋过伫咱台湾的惯势来讲，寺是迄个查甫的啦男生族查甫的迄个和尚。咱台湾的讲法还有一个庵就是即个讲做查某的就是一般咱台湾讲做尼姑。咱台湾即种这伊有一个另外一个讲法，伊会讲菜姑。菜姑其实伫台湾另外一种教派是叫做斋堂啦斋堂这斋。伊个台湾有人主张讲，就是所谓的食菜的食菜，就是出斋迄是斋所以再讲做斋堂，就是咧食菜的所在。咱一般来讲，真有人会感觉讲看咱像较无文雅，拢会讲食素其实意思是共款啦过去有一对真水的对联你讲即个寺庙叫佛教的即副对联是安讲：世间欢喜佛说真。天下名山精占多这是一个过去咱会当用这种话来形容讲佛寺是伫名山的所在佛寺内底的经文或者是遐修行的人修道的人伊嘛会讲出经文内底真济人生的好的道理。耳边有一种声，轻轻在唱，天甲地也点点在应，静静在号。迄毋是歌，迄是佛寺的早课。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凤珠老师写诗，黄志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赵文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